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聽開封府娛樂新聞簡報。我係峰峰，歡迎收聽啊！大家 Boxing Day 快樂。另外呢，喺開始之前呢，同大家呼籲一下，啱聽啱睇嘅朋友啊，麻煩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另外 share 我哋嘅影片，可以俾個 like 我哋，留啲有建設性嘅留言啦。希望可以幫助我哋嘅頻道做得更加好。嗱，今日講呢單嘢呢，大家都講唔經唔覺啦，講咗年幾噶啦，即係真係一個傳承熱話啦，史無前例可以維持咁耐嘅流量密碼，由頭到尾呢都係花生滿瀉嘅。嗱，但係今次呢，我哋又唔係講呢個河馬愛情故事嘅，而係講下佢哋呢個血案。OK， 冇錯啦，就係呢個河馬河伯嘅世紀 MMA 案啊，即係緊張個 Flash Daddy 對四海啊，Black Joe 對四海咁樣啊。嗱，呢單案呢，由今年嘅5月爆發，去到而家啦，已經係一間八卦新聞變成一單刑事案件，排期排到嚟緊1月13號上庭。我哋呢，今日就用一個比較深入少少去分析一下啦，同大家講下呢單案嘅細節啦，阿何太嘅法援嘅生死線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喂，到底佢兩個邊個勝算會高啲，邊個會贏啊？咁樣好啦，開始講啦。嗱，首先呢，我哋要講清楚啊，呢單嘢到底發生咗啲乜嘢呢？佢哋而家面對緊啲乜嘢呢？咁樣嗱，其實大家都清楚噶啦，今日只不過係一個重溫咁解啦。嗱，根據當時所有嘅新聞報道同埋法庭文件嘅透露嘅零星資訊呢，我哋就知道啦，呢單互毆案就發生喺今年嘅5月，地點係佢哋嘅屯門青田村嘅住所，lift 口啊。嗱，當時咧河伯涉嫌就係用摺刀就襲擊，咁就造成咗河馬嘅後腦流血，傷口可能比較深。控方呢一度控告有意圖傷害他人罪，即係呢個傷人17。而河馬呢就係涉嫌用佢嘅強大嘅咬合力就咬呢個河伯嘅手指，而且係用佢嗰個要200磅重嘅身體將佢身體嘅重量就騎咗喺河伯身上，然之後用手將河伯個頭冚落個地下，造成咗河伯嘅手指骨折、頭部裂傷。咁控方呢亦都係一度控佢呢個叫做有意而傷人罪，即係都係傷人17啦。嗱，大家睇到啦。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撞擊，又或者係掌刮，係直情係見血骨折，用刀，係嚴重嘅暴力罪行啊！新聞報道對佢哋嘅指控呢有少少混亂嘅，一時又話有意圖傷人罪，一時又話傷人罪，傷人17同傷人19呢就有少少分別嘅。喺香港嘅法例第212章裏面，侵害人身條例裏面呢係有天淵之別嘅，個判刑呢天同地嘅。嗱，傷人17呢就係話蓄意地令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咁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有意圖最高刑罰係終身監禁嘅。呢條罪呢嘅嚴重性係屬於極嚴重嘅。咁如果你話傷人19呢，就普通傷人罪啦，就係非法及惡意地傷害他人身體，以及造成嚴重傷害，但冇意圖造成嚴重傷害。呢個呢，最高刑罰判監3年，咁屬於一個嚴重啦，未去到極嚴重嘅。嗱，重點分析就係話，河伯用刀呢係屬於武器，用刀傷人呢，好容易就會俾控方證明佢係有意圖造成嚴重傷害，即係17啦。而河馬呢，就係都係用武器，就係佢嗰排咬合力強勁嘅牙齒咬到骨折，呢個傷害嘅程度呢，好大機會被定性為呢個嚴重傷害。同樣控方可以爭議佢係有意圖嘅，所以如果控方真係用有意圖而傷人罪嘅嚟告佢哋嘅話呢，呢單案就真係大鑊啦。OK， 最高嘅刑罰終身監禁。河馬就要喺入面，即係連唱呢個友誼之光出冊嘅機會都冇啊。雖然實際判刑呢好少去得咁盡，但係一判就幾年監禁咯，絕對唔係話罰款同埋簽保守行為咁簡單嘅。嗱，最新收到嘅風呢2日收到嘅風，都幾確切嘅。咁就話河馬呢嘅法援
仲未成功申請，仲等緊去批。呢個呢，基本上係 confirm 噶啦。咁但係之後批唔批啦，仲等緊消息。呢個就係成為呢一間案嘅關鍵變數喎。要知道啊，喺刑事案件入面，有冇律師代表真係可以決定一個人嘅命運？法援係咩嚟㗎？係香港政府提供嘅服務，目的係確保市民唔會因為經濟困難而得唔到法律代表。但係要成功申請，必須過兩關。第一，資產審查，睇下你嘅資產同收入有冇過上限。第二，案情審查，睇下你呢單案有冇合理嘅勝算同埋有冇理據啦。咁呢單案其實表面睇舐就舐緊噶啦，斷正噶嘛大佬。咁其實法援接唔接呢，就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啦。所以點解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未有人接手，就係咁解。嗱，刑事案啦，尤其是去到區域法院或者高等法院呢啲咁嘅嚴重案件，律師費係天文數字嚟嘅。資深大律師呢，每日嘅出庭費用可以由10幾萬去到幾十萬不等。就算普通律師團隊啊，成單案由準備去到審訊完啊，閒閒地都幾十萬起跳。如果審訊期長，過百萬都唔出奇嘅。何太之前喺直播入面話自己好有錢，如果佢真係好大筆資產，好大機會係過唔到法援呢一個經濟審批嘅。一旦失敗，佢就要自己去揞腰包去請律師噶啦。喂，如果佢真係冇錢，咁就撲街啦。喂，你知道可伯之前爆佢出嚟話佢收埋好多現金噶嘛，係咪啊？咁會唔會真係俾人揾到出嚟，然之後因為呢啲咁嘅原因，然之後法援唔批佢啊？又或者係個勝訴率低得滯，冇人肯接呢單案啊？咁唔知啦。嗱，咁如果何太冇錢請律師，咁要點啊？自辯啦。OK，represent yourself。喺呢一單涉及蓄意傷人呢類嚴重案件嘅入面，自辯嘅風險呢係極高嘅。之並唔係阿河馬所講冇問題啊，我一個人對你10個都得啊，我就真係好想試下，我喺法庭面前咧話俾法官聽，你班咁嘅黑網台啊點樣加害我，你哋呢班咁嘅撲街最好啊告到我上法庭添啊咁樣。當然啦，就唔係話蹭下流量啊，講下啲咁嘅博眼球嘅嘢，嘩眾取寵嘅嘢啦。而家講緊係一單傷人17喎，大佬。刑事審訊咧程序複雜啊，由簡陪審團開始，到盤問證人，到結案陳詞，每一步都有嚴格嘅法律要求。一個普通市民，你係冇可能可以好輕易掌控嘅。尤其是呢個係邊個啊？河馬，一個村姑，盲字都唔識多隻，係咪？河馬本身情緒波動又大 ，EQ 又差，法官都有關注過佢精神狀態。喺庭上面情緒失控或者表達得唔清楚，會對案情造成極大嘅負面影響嘅。點樣情緒失控啊？法官大人，我唔敢企嘛，好驚啊！例如有法官問佢：你清唔清楚？明唔明白我哋而家告你咩？我無辜噶，法官大人，我唔認罪咁樣。即係呢啲叫做佢都唔知自己個法庭做緊乜啦，啱唔啱啊？好啦，第三樣嘢就係話佢點樣可以自辯呢？點樣去質疑控方證人嘅證供呢？呢啲係需要專業嘅技巧同埋呢啲叫做專業嘅法律知識噶嘛，係咪啊？嗱，喺刑事自辯嚟講呢，就好似一個普通人赤手空拳咁去打一場職業拳賽，輸嘅機率基本上就唔係九死一生，叫做十死冇生嘅。OK，不過香港嘅法律制度呢，都有佢人性化嘅一面。如果控罪真係去到呢個叫做 Section 17，OK，而被告人又因為經濟問題冇律師代表啊，法官係有權喺呢個公義嘅原則底下，酌情批出法援，即使佢之前嘅申請係被拒絕。所以就唔使太擔心啦，最尾香港嘅法律都係會幫你嘅，啱唔啱？咁呢個法官阿陳廣慈呢，喺上次提訊嘅時候，已經關注到河馬嘅精神狀態同埋法援嘅問題啊，即係話晒都入過葵涌醫院噶嘛，並且就提醒佢要盡快處理，呢個係一個正面嘅信號啊，但係最終嘅決定權依然喺法援署同埋法官手上。呢單案最棘手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單互毆案。喺法律上，互毆案好少會係一方係完全無辜嘅受害者，雙方都係被告人，
都要為自己嘅行為負上責任。我哋要分析嘅唔係邊個會贏，而係邊個會判得輕啲，邊個會判得重啲，邊個嘅抗辯理由會較為有效，咁就要睇律師嘅表現啦。OK，嗱，我哋分析翻個案咧，可伯有佢唔着嘅地方，有佢嘅劣勢。摺刀呢係一個致命武器嚟嘅，喺法律上面啊用武器會令到控罪嚴重性幾何級咁上升。控方會強調可伯嘅行為係有預謀同埋惡意嘅，意圖造成嚴重傷害。雖然係互毆，但係如果控方能夠證明可伯係先用刀嘅一方，佢嘅罪責就大好多啦。造成河馬嘅後腦流血，如果傷口深，喂，隨時係致命嘅。後腦人嘅前額咧係好脆，係好堅硬嘅，後腦係十分之脆弱嘅，所以見到啲高空墮物嗰啲咧，一跌落個後腦咧即刻穿嘅。你仲要係用把刀仔落去，咁當然係會有嚴重嘅後果啦。啱唔啱？嗱，咁啊，可伯咧，佢可以辯稱佢係喺河馬對佢施加毒手啊，咬佢手指嘅時候，佢先至自衛用刀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啦，河馬正面咬你手指，擲住你，你點樣從後去吉佢背面呢？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啱唔啱啊？合唔合理咁？我哋講緊係用刀對抗徒手係好難證明合理同埋相稱嘅自衛嚟嘅。只要話晒河馬係一個女人，同埋佢徒手同你搏擊，你要攞刀先可以同佢去抗衡，咁亦都未必講得過去。何況你又點樣可以繞過佢個身，然之後插去後腦呢？咁啊另一個問題啦。嗱，可伯年紀大啊，呢個求情理由嚟嘅，喺極度驚慌，我度好驚啊！河馬老婆仔嗰下真係好惡啊，真係唔得啊！我驚啊嘛咁混亂狀態之下呢，其實可以攞嚟做求情嘅，但係脫罪呢就難啦。最現實嘅做法就係同控方協商啦，承認一條較輕嘅罪名，例如普通襲擊啦、傷人罪啦、傷人19啊，睇下可唔可以對方撤銷呢個傷人17，咁換傷人19，咁就已經係阿里吉蒂啦，咁啊還神啦，係咪？咁就入去過埋拉屎幾年咁啊 OK 啦。嗱，咁至於河馬嘅劣勢呢，都好嚴重嘅，咬手指咬到骨折。哎呀，佢隻手指自己脆啫嘛，佢自己平時缺鈣，咁又關我事？我食鳳爪都冇咁大力啦，係咪啊？我食大鳳爪嘅力仲大過呢個啦，我點諗到佢咁脆啊？咁呢啲當然就唔係一個求情理由啦，同埋將佢頭撞落地下，嘣嘣嘣咁啊！呢啲呢都係屬於嚴重傷害，控方會用呢啲傷勢嚟證明佢嘅暴力程度。咬呢個行為喺法庭上面會被視為一種殘忍、非理性嘅攻擊方式啊！對於法官同埋陪審團嚟講呢，觀感係唔好嘅。雖然精神問題可以作為求情理由，但如果控方質疑佢嘅精神狀態影響佢嘅判斷力，反而令到呢個法庭認為佢係有呢個再犯嘅風險嘅。嗱，咁何太最強嘅辯論理由呢？佢嘅論點就係話，係佢喺可伯先用刀嘅情況之下，為咗保命而作出呢個搏鬥，係屬於自衛，佢係可以爭辯呢樣嘢嘅。喺生命受到威脅嘅時候，呢啲屬於本能反應。佢自己嘅後腦俾刀傷，呢個亦都係佢受害者嘅身份證明。佢可以利用呢一點爭取法庭對佢嘅同情。咁佢今時今日日日都喺度搏緊同情噶啦，係咪？同可伯一樣最實際嘅都係爭取認罪協商，將控罪降到最低。咁但係大家眾所周知啦，河馬講過噶嘛，法官大人，我唔認罪，我係無辜嘅。嗱，雖然佢嘅行為呢同樣暴力，但係佢可以用可伯先用刀呢個事實嚟將佢嘅行為包裝成被逼嘅過度自衛。如果佢嘅律師夠叻呢個論點的而且確可以令到法庭判佢嘅判罪係較為輕，甚至乎係緩刑。咁但係首先大前提就係佢都要有律師先得係嘛？嗱，咁喺香港嘅法律嚟講啦，互毆案通常出現嘅結果係咩啊？互輸嘅，即係冇雙贏嘅。
雙輸 ，OK，lose 嘅情況啦。咁適用於一啲，因為咧控方撤銷控罪，呢個雙方簽保守行為咧係屬於一啲輕微案件，但係傷人17呢單就係屬於嚴重案件㗎啦，機會就好微嘅。嗱，咁如果雙方都被定罪，但係刑罰有別咧，呢個可能性就好大啦。因為可伯用刀，刑罰可能較重；何太即係阿河馬呢，就係俾刀傷後反擊，刑罰就可能較輕。到時要睇個官信唔信啦。咁最主要就係雙方嘅律師點樣去講，邊個出手先係一個問題，邊個用武器又係一個問題，醫療報告亦都係一個問題，最後邊個肯認罪，邊個肯求情，邊個要求想減細啲，咁好多樣嘢都會阻礙到嘅。好啦，咁嚟到我哋最期待嘅環節啦，我哋有深入去預測一下。嗱，根據上面阿蒲鋒鋒嘅分析呢，用最簡單嘅方法去總結一下啦。OK， 嗱，而家講緊河馬呢個叫做法援仲未搞掂呢樣嘢呢，對佢嚟講十分之嚴重。試諗一下，如果佢真係申請唔到，即係佢話要自己揾律師。河馬之前喺直播度講過噶嘛，佢成日晒命話自己幾有錢啊，買個商場都冇問題啊，遲下買起你添啊！真係嘅，幾廿億叫有錢人咩咁樣？咁佢講到自己好有錢噶嘛，係嘛？咁如果佢真係有幾廿萬、幾百萬資產，對唔住啦，法援一睇你過咗經濟審查上限，自己搞掂佢啦。你咁有錢，咁佢就自己硬食啲咁嘅律師費啦。咁當然啦，佢係大家都知道佢一定係扮有錢噶啦，實際上佢錢又唔多噶啦，食下啲饅頭啊、餃子咁嘅過日。咁而家法援嗰度最大機會唔批佢，就係因為佢個案情打得甩嘅機會又太細，咁又有機會咁樣就唔批佢啦，係嘛？咁佢就真係要喳喳諗真係問人去拗借揾下平哥阿門都好，咁揾翻一個打刑事案叻少少嘅律師，係啦，記住打刑事案同打離婚案兩回事嚟嘅，刑事律師要識得同對方去 bargain 嘅，要識得喺庭上面盤問證人嘅，要識得點樣將河馬呢啲過度反擊包裝成為情急智慧嘅，呢啲律師閒閒地收你幾廿萬嘅啦，打足半年，你話你有冇錢啊？咁要睇下平哥同阿門啦，係咪？咁另一種情況啦，法庭又唔幫你拖，法援又唔接你呢個咁嘅 case， 咁河馬就真係如佢之前所講啦，我要自辯，咁同阿法官講啦，到時呢一場案我哋要打嘅就係打感動，冇錯，我曾經係一個村姑，我落到嚟香港諗住揾個好嘅男人嫁咗去啊嘛，之後咁俾少少錢我去做生意，我睇完周老師嗰啲咁嘅教學之後，我識做生意噶，咁咪將佢變10倍、100倍、1000倍、10000倍咁咯，幾廿億好簡單嘅啫嘛，係咪啊？哦，咁但係而家俾呢隻咁嘅老嘢呃咗我啊嘛，咁佢仲要吉我，我陪咗成年，咁點啊？咁我嗰下咪衝動咯，但係我知錯噶啦，法官大人，今日我唔係話冇打過佢，但係今日我哋嘅重點並唔係我有冇咬佢，而係浪女回頭金不換啊咁樣。唉，我哋要搞清楚啦，喺香港嘅法庭自辯係你嘅權利，但係一單傷人17嘅案件入面自辯，呢啲就等於玩命啦，係咪？喂，你諗下，控方律師係專業嘅，佢哋會用最精準嘅法律用語，最嚴密嘅邏輯，然之後一個團隊去搜集證據，去攻擊你何太嘅證供。何太喺直播入面講嘢已經跳掣噶啦，情緒波動又大，EQ 又差，口齒又唔伶俐。你試諗下，佢企喺證人席嗰度，俾對方問多幾句，好大機會就 X 交叉 Y 屌對方噶啦，屌你老母，你翻你阿媽隻西度啦你咁啊！法庭呢就唔係直播間，唔係你話點就點嘅。OK， 你講一句佢想殺我啊咁樣，控方律師就會問啦，你點知佢想殺你啊？佢有冇講過啊？佢把刀有幾長？你當時有冇其他選擇？每一句嘢有理有據嘅，
何太如果冇律師教佢點答，點樣避開呢啲咁嘅陷阱，佢好容易呢自己講錯嘢，自己入自己罪都話唔定。不過呢，我哋上次又見到啦，陳廣池法官啊都好關注佢精神狀態，仲叫佢好好心咁勸喻佢快啲去搞法援啦。呢個係一個公義嘅缺口。如果陳官覺得呢單案咁嚴重，如果河馬冇律師對佢唔公平，法官係有權力喺公義嘅大前提之下，直接幫佢批法援。呢個係阿河馬嘅最後一線生機。所以河馬嘅法援問題唔單止係錢嘅問題，係佢條命嘅問題。如果1月13號上庭，佢仲係冇律師，法官好大機會會再押後，俾時間去揾律師，或者係等呢個法援嘅結果。但係如果法官唔肯再等，佢就要硬上啦，勝算基本上就係等於0，係啦。好啦，講完法援啦，講下最核心嘅問題，到底邊個重啲啊？咁樣，我哋將呢個案呢就分開2 part 咁去睇，可伯嘅行為呢，同河馬嘅行為。OK， 第一啦，可伯嘅罪責，用刀嘅法律重量。可伯最大嘅問題就係用咗把刀。喺刑事法裏面呢，武器2個字係好重稱嘅。你用拳頭去打人，同你用把刀仔去吉人，個法律後果呢，天同地。嗱，控方點樣去攻擊阿可伯呢？意圖嘅證明呢，會講用翻。控方會話可伯帶住把刀喺身，仲要喺有爭執嘅時候拎出嚟，仲要係剁落河馬嘅後腦。後腦係人體致命嘅部位。咁一個正常人喺嗰一個致命嘅部位用刀，佢嘅意圖係咪嚴重傷害他人？係咪謀殺未遂？咁啊，大家有目共睹噶啦，係咪先？嗱，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互毆，如果可伯喺先用刀嘅一方，咁河馬之後嘅行為基本上都可以被視作為自衛咯。咁可伯就係成單案嘅始作俑者咯。雖然阿咸軒呢70歲、70幾、80啦，差唔多，但係法庭呢係唔會因為你老就放過你嘅，因為你嘅行為係主動攻擊，而且係致命嘅攻擊。咁呢啲其實就放唔得嘅我嘅。OK。刀嘅性質呢，律師就會爭辯啦。嗰把可能係摺刀，係平時用開嘅工具啫，係咪？唔係專登攞嚟傷人嘅攻擊性武器。佢唔係帶定喺身係攻擊河馬嘅。佢平時喺街度啊，切下啲果皮啊，啲都有用嘅，啱唔啱啊？佢只不過係隨手拎起嚟諗住嚇下河馬，唔係真係想剁落去㗎。佢咁愛佢老婆仔，佢做唔出嘅呢啲嘢咁樣。咁啊，律師會話啦，何太就先對呢個咸軒河馬先對佢呢個施加暴力嘅，例如係推撞啦、問候佢老母啦之類咁樣。咁啊，咸軒呢就係呢個驚恐過度之下，先至隨手立起把刀仔。佢嘅行為呢就係過度自衛，而唔係蓄意傷人。咁啊，律師會質疑翻河馬嘅傷勢，如果只係皮外傷啊，冇掂到頭骨啊，咁樣爭辯呢，可伯嘅意圖呢就並唔能夠造成呢個嚴重傷害啦。嗱，關鍵喺邊度呢？就係把刀啦。只要咬實呢樣嘢，就係話可伯出刀，係啊，即係你玩乜都好，你唔應該出刀仔。咁啊，可伯基本上輸咗大半嘅。最理想嘅結果就係話傷人17跌到落傷人19，入去踎翻1-2年係嘛？即係咁又已經係再扣埋啲假期啊，行為良好啊咁樣，咁1年半載出翻嚟，經已係阿里吉底。嗱，何太呢，即係阿河馬嘅同樣暴力啦，咬到骨折都不特止，仲要捉住佢個頭，係咁冚落地下，嘣嘣嘣。哇，大佬呢個好嚴重嘅喎，手指骨折，證明咗呢個嚴重傷害嘅鐵證啊！喂，有埋醫療報告啦，仲唔係嚴重傷害係嘛？控方呢點唔使拗嘅，醫療報告一出，證明咗佢嘅行為就造成咗嚴重傷害。咬人、冚頭呢啲行為被視為失控、非理性，控方會爭辯何太嘅暴力程度已經遠遠超出咗呢個自衛嘅界線啦，即係過度自衛你都係有罪噶嘛。雖然佢可以話自己精神有問題，但如果法庭認為佢嘅精神狀態令到佢有暴力傾向，好大機會判埋佢入精神病院添，保護公眾安全啊嘛，因為你失去咗自控嘅能力啊嘛。嗱。咁啊，河馬嗰邊如果真係揾到律師，會點樣去自辯啊？佢會講翻呢個自衛嘅正當性啦。河馬係生命受到威脅嘅情況之下，先至作出反擊。
佢會用阿可伯用刀呢一個事實，呢一個鐵證嚟證明佢當時係危險嘅。律師會承認佢係過度自衛，但係會爭取法庭理解佢係一個被攻擊者，佢嘅行為係情有可原嘅。OK， 律師會提供精神科報告啦，證明河馬當時嘅行為受精神問題影響，希望法庭可以輕判，例如係啲醫院令啊、緩刑啊、守行為啊之類啦。OK， 總結嚟講啦，佢關鍵在於自衛能唔能夠說服到法庭。佢嘅暴力行為係源於驚啊可伯把刀。如果成功嘅話，佢就有機會爭取到緩刑或者係社會服務令，逃避監禁啊嚇。嗱，我自己嚟講呢，我預測咧呢壇嘢兩個都賴嘢噶啦。阿可伯如果佢認罪協商嘅話呢，就睇下可唔可以降到落去呢個傷人19，咁啊判監大概1年2年啦。河馬咁如果佢唔認罪呢，咁啊真係唔知啦。咁啊如果佢若然肯認罪嘅，加埋佢自衛做理由，再加埋佢白底，咁啊1年半載或者社會服務令啦。因為香港法庭呢對暴力罪行係好嚴謹嘅，兩個人都造成咗嚴重傷害，冇可能全身而退嘅。而河馬有刀呢樣嘢呢，阿可伯有刀呢樣嘢呢係事實嚟嘅。何太有呢樣嘢嚟做爭辯理由呢，相對地佢個減刑機率呢就會高好多。好啦，咁我哋就到時睇下1月13號呢個可伯何太呢個叫做同台競技啊吓，咁呢個 MMA 案唔會係點，好唔好啊？嗱，法官喺呢一日呢最關注嘅就係幾樣嘢啦。第一，河馬有冇代表律師？法官一定會問清楚法援進度。如果法援處仲係拖嘅，法官就會介入。控方會唔會將兩單案分拆，定係繼續合併呢？咁如果合併，對何太就有利啲啦，因為佢可以喺同一單案裏面將自己行為歸咎於可伯嗰把刀嗰度啊嘛。咁啊分拆，咁而家暫時嚟講，律政司嗰邊就已經係 reject 咗噶啦，機會就唔高。OK， 喺刑事案件入面咧，認罪協商係經常見到嘅結果嚟嘅。點解要協商啊？協商可以節省大量嘅時間同埋公帑，唔使打一場漫長嘅審訊。認罪可以換取1/3嘅刑期扣減，同埋控方可以同意改控一條較輕嘅罪名啊吓。嗱，我自己預測咧，1月13號之前，如果河馬法援嗰邊已經係搞得掂嘅話呢，雙方嘅律師係一定會進行一個密集式嘅談判嘅，睇下可唔可以認罪協商呢壇嘢嘅。咁啊，大家都希望將呢個叫做可伯咁樣講啦，傷人17。降到落去傷人19，甚至乎睇可唔可以降到落去普通襲擊，咁就已經係最好噶啦。而河馬方面就將傷人17降到落去19，甚至乎係不提供呢個起訴、簽保行為、社會服務令，都係對佢嚟講最好嘅結果。咁但係首先都係有法援肯接先啦。最有可能嘅結果係咩啊？雙方都承認呢個傷人19罪咯，係啊，即係。避咗傷人17就已經係最好噶啦。嗱，如果雙方都認罪，法官就進入呢個判刑階段，呢個時候就求情噶啦。求情理由咁啊，可伯就係年紀大啦，機器壞啦，70幾歲冇案底，情緒極度困擾，經常俾人鬧嘅情況之下，先至去犯案，希望可以減除1/3嘅刑期啦。而阿河馬就係因為出於自衛啦，俾刀襲擊在先，情急之下作出嘅反擊。精神報告證明佢當時判斷力受損，佢都係受害者，後腦有刀傷，仲有個仔要照顧。咁我哋就預測翻啦，可伯因為用刀，罪責較重，好大機會即時監禁1年至1年半到啦。河馬因為自衛精神問題，有個仔，加上都係白底，有機會爭取到例如緩刑、感化令、醫院令呢啲啦。無論點都好啦，呢單案兩個都係 loser， 佢哋個婚姻同埋佢哋個朵呢，基本上就輸晒噶啦。法律上，河馬因為刀，阿可伯因為刀，所以好大機會要坐監。河馬因為自衛同埋精神問題，係有啲咁多機會係可以逃過一劫嘅。個人覺得咋吓 ？OK， 嗱咁啊，今日講咗咁耐啦，講呢一單案啦，其實就唔係一單咁簡單嘅花生啦，係咪啊？講咗年幾2年噶啦，所以我哋可以睇下兩隻咁嘅騎呢怪，無論之前幾咁恩愛，一旦發生爭執，一衝動就要搞到上法庭，面對嘅有機會係呢個終生監禁嘅風險，傷人17喎，大佬喺香港打交
即係真係一還手就犯法㗎啦。尤其喺公眾地方啊嚇，你唔還得拖嘅，因為你還手就係公眾地方打鬥，喺屋企你一喐手就係襲擊或者傷人。第二樣嘢我哋記住，任何情況下唔好立架撐啊！立架撐你個暴力程度就會無限地升級㗎啦。OK，第三樣嘢，法援有幾咁重要？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要話俾你聽，救命稻草就係你嘅法援。如果你面對刑事檢控，你一定要揾律師。如果申請唔到，你要揾一個非常之好嘅律師，錢係唔係都要俾㗎啦？喺法庭上面，專業同非專業嘅分別就係坐監同埋唔使坐監嘅分別。OK， 咁最後嘅預測都係有一樣嘢啦。可伯1年至年半，河馬咁有睇下佢可唔可以降到落嚟啦。如果可以成功有律師幫佢打嘅，有律師嘅情況之下，睇下可唔可以判到呢個社會服務令或者緩刑啦。咁呢個已經係最樂觀嘅預測㗎啦。咁暫時呢個就係綜合翻之前所有零零碎碎嘅新聞同埋法庭報告得出嚟嘅一個預判。咁睇下到時點啦，好冇？咁歡迎大家繼續睇我哋呢個開封府新聞簡報。咁祝大家 Boxing Day 快樂！啱聽啱睇嘅朋友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影片，記得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啊，留低有建設性嘅留言，等我哋個 channel 可以做得更加好。多謝各位，拜拜。